你有冇諗過，聽日一上班，老細同你講，因為 AI 已經能夠做你嘅工作，所以你被裁員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書，一個做金融業嘅小書蟲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拆解一本理財界經典著作摩根豪瑟嘅《致富心態》。呢本書講嘅人性係永恆嘅，但係2026年4月，我必須講，舊嘅理財規則已經崩潰咗。就喺過去呢一年，我身邊已經有5個朋友，全部係行業嘅精英，但全部被炒。佢哋做錯嘢？唔係，佢哋唔勤力，更加唔係，只係而家 AI 已經做得到佢哋做緊嘅嘢，仲要快過佢哋，平過佢哋。如果你唔想成為下一個被淘汰嘅人，請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我準備咗一份《致富心態2026實戰版》PDF。入面有根據 AI 界權威 Anthropic 2026年3月報告開發嘅 AI 職業保險自我評測工具，幫你計下你份工仲可以維持幾耐。記得睇到最後，我會話你聽點樣用10秒鐘免費拎到呢份評測工具。我哋今日根據2026年最新情況，分3大部分去補充呢本書嘅內容。第一部分，作者講運氣與風險，舉咗個令我毛骨悚然嘅對比。蓋茨同佢最好嘅朋友埃文斯。1968年係全球大約3億幾個青少年入面，只有大約100萬分之一嘅學生可以好似蓋茨咁好彩，讀一間有先進電腦嘅中學。呢個可以話係100萬分之一機會率嘅幸運，先可以獲得呢張通往未來嘅致富入場券。蓋茨親口講過，埃文斯係佢見過最聰明嘅天才，全班考第一。當時蓋茨同佢好朋友每日埋首苦幹，一齊寫程式。佢哋兩個當時嘅野心大到你唔信，甚至已經計劃到好遠，打算將來長大咗，一係要做將軍，一係要做外交官，或者一齊創辦一間叫微軟嘅公司。但結果點？命運就係咁殘酷。蓋茨遇上咗100萬分之一機會率嘅好運，而埃文斯就遇上咗同樣係100萬分之一機會率嘅風險。佢喺中學畢業前，因為一次極罕見嘅行山意外過咗身。同樣嘅天才，一個變咗全球首富，另一個連畢業嘅機會都冇。作者嘅重點好簡單，無論你計劃幾完美，你永遠控制唔到運氣。你嘅成功未必全部係你嘅功勞，你嘅失敗亦未必全部係你嘅錯。小書想喺2026年補充，如果大家仲係用作者嗰套運氣論，咁就有機會大錯特錯，因為無論大家運氣係點，喺2026年都要面對 AI 嘅跨維度碾壓。Anthropic 執行長阿莫迪喺今年3月份嘅報告入面提到一個震撼全球嘅觀點：AI 依家唔單止可以做軟件工程師嘅工作，佢哋已經進入咗自己改良階段。如果你從未聽過 Anthropic，你可以將佢想象成 AI 界入面嗰位最講心、最守規矩嘅 AI 界權威。喺 AI 爆發嘅時代，大家可能聽過開發 ChatGPT 嘅 OpenAI， 而 Anthropic 係由一班前 OpenAI 嘅核心高層出走創立嘅公司。佢哋嘅代表作叫做 Claude。以前大家肯努力、肯耐心等作者講嘅30年嘅複利效應，總會有發達嘅一日。但依家阿莫迪話，一旦 AI 聰明到可以自己改良 AI， 即係所謂嘅 recursive AI 技術嘅進化將會徹底拋離人類肉體嘅學習速度與時間限制。以前我哋要讀書、實習、做嘢，用幾十年去累積專業，但2026年嘅 AI 係用分鐘計嚟進化。你用30年學嘅嘢，累積嘅經驗，AI 可能只需要30分鐘就進化完。呢種唔係競爭，呢種係代際淘汰。2026年仲想靠《致富心態》呢本書慢慢致富，咁樣會變得非常危險。所以我幫大家計過，邊類職業會最快被呢種 AI 淘汰。記得睇到最後，用10秒鐘內免費拎到呢份評測工具。第二部分，作者講咗一個令大家非常可惜嘅故事，主角係古普塔。大家聽下呢個人嘅出身。佢喺印度出世，細細個就做咗孤兒，憑住驚人嘅毅力，佢爬到去世界頂峰，成為全球最強顧問機構之一麥肯錫嘅全球總裁。佢退休嗰陣，身家已經超過1億美金。
1億美金係乜嘢概念？即係佢每日乜都唔做，淨係收利息，佢每小時都賺緊普通人1個月嘅人工。佢已經擁有一切明星同地位，但佢犯咗一個致命錯誤，就係佢開始同人比較。佢望住身邊嗰啲擁有10億甚至100億美金嘅超級富豪，佢覺得自己嗰1億美金好少。2008年金融海嘯，巴菲特打算注資投行高盛。古普塔作為高盛董事，喺收到呢個內部消息之後嘅16秒，就打電話俾佢嘅對沖基金老友作內幕交易。佢為咗成為超級富豪，賭上咗佢一世嘅名譽。結果點？佢入咗獄，名聲掃地。作者喺呢度講咗一句金句，就係理財最難嘅技能係要知足，令自己慾望嘅龍門停止移動。小書想補充，作者叫我哋要知足，但係喺2026年嘅今日，自己慾望個龍門唔係我哋自己移走，係呢個世界強行將個龍門踢走。大家睇下路透社2026年3月嘅報道，受中東動盪局勢影響，伊朗同以色列嘅衝突已經令到波斯灣變咗做戰場，油價直接飆升到每桶111美元美金。中港股市正處於2年嚟表現最差嘅一個月，恒生指數單月跌超過7%，跌穿26,000點。原本中國公佈嘅製造業數據好理想，但避險情緒殺到埋嚟，大家都拋售股票。再睇埋連各國政府都參考嘅 OECD 嘅報告，美國通脹已經升到4.2%。摩根士丹利指出，美聯儲今年上半年減息嘅計劃已經完全幻滅，甚至有聲浪話要重新加息。呢啲數據對你同我有乜影響？就係購買力被沒收。以前以為只要慢慢儲錢就可以退休過穩定生活，但依家喺特朗普嘅全球關稅潮下，進口貨物價飛升，原本嘅退休計劃已經追唔上通脹。作者話，財富係你睇唔到嘅嘢，但喺2026年，最恐怖嘅損失係你睇得到，但你控制唔到嘅嘢。你以為好穩陣嘅收入，隨時因為戰爭、加息同 AI 嘅夾擊，突然變成零。嚟到影片最後一部分，亦係最關鍵嘅部分。作者講咗一個關於安全邊際 （margin of safety） 嘅故事。呢個故事我每次睇都會覺得好震驚。時間回到1942年，二戰史上一場最慘烈嘅生死大決戰——史達林格勒戰役。當時德軍有一隊坦克軍團駐守喺後方。呢隊坦克軍團擁有104架當時全世界最先進、裝甲最厚、火炮最強嘅坦克。德軍嘅工程師做咗無數個計劃，諗過晒所有可能性，包括敵軍嘅反擊、燃料嘅供應，甚至係天氣嘅變化嘅可能性。但當前線告急，呢隊坦克軍團要即刻出動嗰陣，發生咗一幕令軍官諗都冇諗過嘅畫面。104架坦克入面，竟然得唔夠20架喐得。點解？原因竟然係喺駐守嗰幾個禮拜期間，有無數嘅田鼠爬入咗坦克入面，咬斷咗電子系統入面嗰啲線路。最精密、最無敵嘅戰爭機器，竟然敗喺最卑微、最唔起眼嘅田鼠手上。作者想話俾我哋聽，一個計劃最重要嘅部分，就係要預計個計劃唔會跟住計劃。我哋平時理財會諗股市跌點算，加息點算，呢啲係計得到嘅風險，但真正會摧毀你一生嘅，往往係嗰啲你完全想象唔到，甚至覺得好卑微嘅田鼠事件。小書想補充，喺2026年嘅今日，你人生入面嗰啲田鼠已經出現咗，佢哋嘅名就係 AI 演算法。阿莫迪喺 Anthropic 報告入面講得好清楚，AI 依家已經進入咗自我改良階段，意思係 AI 唔需要休息，每分每秒都不停提升 AI 自己處理能力同效率。當你仲以為可以靠勤力去致富嗰陣，AI 已經用爆發性嘅速度改良緊佢自己。你以為你工作好穩陣，其實 AI 呢隻田鼠正喺度咬斷緊你嘅收入來源。作者提到，蓋茨早期創業嗰陣，堅持銀行一定要留定1年人工嘅現金，呢個就係安全邊際。但喺2026年，全球都面對特朗普嘅關稅戰、中東嘅戰火同 AI 嘅威脅，小書認為12個月已經唔夠，最少要準備18個月嘅現金流。點解？因為一旦遇到裁員，
喺呢個時代，轉行同重建價值嘅時間會比以前長好多倍。為咗幫助大家面對 AI 全球大趨勢，我參考咗作者書中嘅智慧，再參考咗 AI 界權威 Anthropic 今年最新人類經濟指數分析報告，整咗一份致富心態2026實戰版 PDF。呢份 PDF 唔止包括咗呢條影片內容嘅精華，入面仲有一個 AI 職業風險自我評測工具。無論你係做咩行業，只要跟住入面嘅問題填，就會知道究竟自己做緊嘅行業會唔會被 AI 淘汰。想拎呢份 PDF，記得去下面資訊欄點擊連結，填呢張 form 只需要10秒，大家只需要填個名同 email 就會即時收到，完全免費。拎到 PDF 嘅朋友記得嚟呢度留言，講聲拎咗。今次係我第一次拍片，足足花咗5日，難得放假嘅時間先整好呢條片。大家記得 subscribe 呢個小書說書頻道，等我繼續有動力為大家拍片。我係小書，我哋下次見。